巴西北部海峡第13查到有一只船顶头有20具烂去的尸体，推测可能这个人是因为动乱要离开海地的民众。另外，伫托尼基12发生一件缆车的意外，造成1个人死亡，10个人受伤有174个乘客伫半空中等23点钟才离开缆车。渔民发现这只浮伫浅水的木船的时阵，发现真侪烂去的尸体，当局判断是海地人，不过爱进一步调查确认，法医初步鉴定这个人生前有脱水甲腰肌的情形。船被发现地点离海地差不多3500公里。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表示，海地目前互乌邦联手控制超过36万百姓，在想办法逃离开。3月差不多1.3万海地非法移民互邻国强行遣返。拉丁美洲上大经济体巴西最近这几年正做海地人主要去的国家，去年有差不多16.1万的海地人住伫巴西。直升机将受困缆车车厢的人成功吊挂救出来，真正车厢包含囡仔在内100外乘客伫半空中等将近1天，总算拢救出来。Vallahi iniş anında çok yukarılarda bir yerde böyle bir yanık kokusu gibi bir şey almıştık. Zaten ondan sonra da sarsıldık. Sonra da durduk. 土耳其西南部度假胜地安塔利亚市12为暗发生缆车系统一个塔架形象倒去，一台车厢挡落地面造成死伤，其他车厢吊伫半空中。当局出动超过600个搜救人员加10台有夜视镜直升机来救援。官员表示，初步调查发现缆车塔架扣件生线，这地方式错误甲货轮系统保养状况无好，其中一个塔架形象放弃造成事故。经历顶13个缆车营运公司人员拢被抓。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。